下下文莫老其实准神气，文理文风各种提高欣赏，苗栗县客家人，希讲有中意，请多分享。唔讲识度过安样嘅情形，有人在网络上讲自家系客家人，颠倒用华语来耻笑客家人嘅省腔，还有一群观众在顺风笑到耐唔得。唔讲知道也是一种对客家文化嘅侮辱同歧视。唔敢为想同客家人发声，来帮较多人了解客家人嘅真实面貌。那是有安样嘅感受？佢就来看我一篇文章。叮叮咚咚，俺不也来嘅客家群组，信息影响唔掂，乜解释？我心都闷，流出手机嘅实实来看，到底发生乜嘅大事？问题竟然係帶在印尼嘅學習朋友阿飛嘅，在特集客群組發消息，佢講：雖然我唔係台灣人，但係我係客家人，我真見看唔落去。拜託各位網友聽書檢記。信息入面阿飛嘅貼嘅一則影片嘅連結，我臨時點來看，係樣版，做乜嘅佢要按揭？我萬那嘢去留言拜託人聽書，佢係一個網上語言講笑話嘅影片，我看熟了後，咩係好當初？一份人中嘅短片地圖，全係拿行人族群來考試，那係客家人看到也影片，聽出我同我同樣淋火曬。佢隻上網嘅啞鈴時，用華語講：各位，我是客家人，告訴你，今天我小氣，不關我的事。今天不是我不願意大方，是我的族群逼着我吝嗇。你以為摳門是我的特質？不，這是流淌在我血液當中的鄉愁。講述影片背景有當到觀眾啲嘅樸素氣笑，唔管唔係客家主體，唔談到亞團化嘅世界。程度係唔係我當唔上？下一步嘅，從也網上語言收納客家人嘅情緒，在網絡當中，在媒體地位，三不意識就會寫出來。現下台灣社會係多元文化共融嘅國家，留無共族群嘅人共下生活。互相包容、尊重對方嘅文化係十分重要嘅態度。應當愛做下來抗議嗰道不潔嘅言論。嗰道人留歧視性言論同觀點，盡做笑話嘅題材，來賺網絡流量，用客家人本單省腔嘅美德，撒條絲歪特。講係客家人壓差，也就係一種對客家族群嘅歧視。一種笑話流誤解帶來嘅影響，唔單止損害了客家人嘅尊嚴同價值，還層層損害了規則社會嘅火腦。留客家人聽識嘅美德。誤解做壓差，愛是乜人講，也唔係族群歧視，係乜嘅？省腔就係莫打賞、莫祝福，客家人嘅省腔係惜福嘅觀念，唔係壓差同受氣。
毋過，若是有人留也暗好嘅觀念，讓後做負面解釋嘅事節，就會對客家群體產生不公平嘅歧視，也種言論嘅傳播牽連，唔單止係加深了對客家人嘅刻板印象，咪在也社會埋下了族群間嘅誤解。阿飛爺講，讓班台灣客家人嘅心安好，明明按處唔係，伊đều講嘅樣，客家人開枝散葉全世界，係一定優秀嘅族群。我等搶啲台灣真有太多人用我來代表客家人。阿飛爺嘅講法打傷我，你應當愛反省思問。做乜嘅台灣客家人愛本人看衰些？嘅網上語言還有面皮講自家係客家人，唔知佢爭一班遊戲掛子麼？你講客家人嘅主公主婆，呢度後倉嘅有安陽嘅木字體，聽錯發大劇罵佢高帽子。今後，我期待台灣所有嘅人民，唔管唔係乜嘅族群，你就係共同在亞地土地生活嘅一家人，應當互相尊重彼此嘅價值觀同生活方式，消除歧視同偏見，共同建設一個包容富饒嘅社會，請莫老其實盡做係神奇。神夢按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